好簡單，好簡單嘅啫。9年移民過嚟，眨眼30年。好性感咯。咧就睇到成個社會變化好多，好感觸。我呢度好感觸，唔好咁感觸。應該新嘅一代有新嘅希望嘅。希望長江岸推前來啦。嚇！希望以後唔使好似我哋而家以前咁辛苦，因為而家嘅環境比以前仲難做，比我哋以前做嘅嘢更加辛苦。因為物資係貴咗，人工亦都係貴咗，人才亦都係少咗。呢個係一個好主力嘅問題。咁希望後生一輩能夠真係發揮佢嘅天才，做好佢哋第二日可以發揚光大我哋中國嘅文化、中國嘅飲食。希望就係喺啲後生一輩嗰啲小朋友嘅身上啦。我哋而家冇，即係我哋而家已經退休啦。咁啊，希望你哋大家以後可以發揮到我哋嘅中華文化同埋中華嘅飲食。希望就係咁啦。即係咁講，而家呢個時代變得好快，乜都快 ，IT 時代。你話至於餐飲行業咧，有咩演繹會成為不久將來嘅新產品咧？老實話俾你聽，變得好緊要。全世界就算包括我哋中國，嚟自唔同嘅族裔、唔同嘅文化都有衝擊。我個睇法就係話，一定要努力加油。大家要努力啲啦，用下個思想去做嘢啦，就唔好一成不變，而且亦都唔好變化得太大，因為始終中國人有中國人嘅文化，唔應該將佢好似變到冇咗自己嘅基礎。每個人都應該有本身嘅基礎，然後先可以發揚到佢最終嘅目的。希望個個後生仔個個都努力向上，俾心機去做。取之社會，用之社會，呢個必定嘅。因為我哋做乜嘢嘢都好，都係要有智力、有希望、有愛，然後先可以包容到世咁多人，能夠做出我哋中國人嘅誠信同埋愛護，一個團結希望。